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前解说两句啊，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台湾话艺术、美国话敢无艺术？日本话敢无艺术？有啦。世界每一种的言语拢真艺术，因为拢代表讲迄款话的人，因的生活习惯性、民间的风俗，有这个风俗，有这个价值观，毋才会写这款话。所以，我今日做味菜，讲道具的俗语，互你做参考。头一句，咱来讲味菜要一款头路，什么头路？味菜要讲新起的大厝无久长，有倒椅无面床，白囝无共姓，红某无共床。来，咱想一个真。新起的大厝无久长，啊，毋惊你起明仔载拆，无毋对。啊，这间厝内底有摆倒椅，无摆面床哦。尤其踮这间厝内底行搭，这对白囝事实因无共姓。啊，若翁仔某踮这间厝内底出现，原来事实因无困共床。这要要什么头路？有啊，国情啊，我知。新明星老了摆，请人来搭。新起的大厝有影呢，迄房仔顶头拢画灵画凤，拢插迄个巧饰的。毋过吼，拢加插5字，迄团名啦。国情歌剧团，哦，这我用好的啦，无影有这团啦。原来就是歌戏班大戏病，安尼叫做新起的大厝无久长。因为今日做煞，明仔病就拆你。啊，有倒椅无面床，当然演员白囝事实因无共姓，翁仔某嘛无困共床。这个味菜有合无？高中头拄我来讲，民间有这个风俗，人才会去食这个味菜，所以就爱内台外台咧看人做戏，看着讲有影戏病担落，明仔戏做煞要拆，才会想出这句讲新起的大厝无久长。这就是因为民间有这个生活的价值观，所以味菜写得出来，俗语嘛写得出来哦。另外，高中要讲一句俗语，讲做透风减一半，落雨无地看。事实啊，这外行的吼，毋是做这个头路的人。有当着啊，伊咧听较无啦。啊，毋过毋是干那做戏尔，连走江湖、弹乐琴、叮。咱杨秀卿老师，伊这亲身经验，伊才会讲即句俗语出来，互咱做参考。就是讲吼，外口面咧叫人客咧表演啦，透风哇，人客散一半。啊，若落雨吼，无人举雨伞，但才甲你听啦。走江湖念歌卖艺，也是讲做戏的人拢同款遭遇着相同的艰难。落雨就无地看，人客就四散。这就是国情头拄我咧讲，有一款风俗，有一款民间的价值观，有一款真正的情形，人才会动头壳，才会识这个俗语。这正正就是咱的过去台语内底上界艺术的所在，这是咱的台湾款。